相信我们现场好朋友应该知道是谁了。哇！那我们这一位金曲歌王，我们许富凯也莅临到我们的现场，前方有我们许多我们凯凯的粉丝，对不对？哇！现场好朋友等了这么久，就是要看到我们今天晚间金曲歌王要帮我们带来好听的歌曲来送给大家。现场好朋友是不是拿出你们的热情、掌声加尖叫，来欢迎到我们今天的压轴，我们金曲歌王许富凯，掌声来做欢迎！谢谢永和朋友，给我们漂亮的主持人热情的掌声加尖叫声。再来第一首歌，今夜搁再想你，送给大家。今晚你冷漠吗？你离开，已经几多年，今夜搁再想你。一切亲像在梦中，手接一个。已经几多年，今夜搁再想你。凄凉的暗暝，梦无当失眠。无缘的为何来离开？今夜想着心伤悲。想当初你甲我甜蜜的情意，过去啦。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许富凯。
很像要开演唱会呢。然后今晚也谢谢你们到现场来调温唱歌，给自己一个掌声加尖叫声，好不好？我爱你。谁？大哥，你再讲一次。我爱你。哇，这个爱很甜蜜哈。谢谢你们爱我，谢谢你们。接下来呢，我要唱的第二首歌呢，我希望大家今天拢是少年啊，对不对？觉得自己是年轻人的举下手。今年18岁，也加手。无记啊，是20岁对不对？还是30岁？好，今仔也感觉家己是少年啊，麻烦你跟我比一个动作，敢袂使？比个爱心。大哥，你说爱我的哦，你要比哦。好，接下来呢，带来这一首，最近呢天气比较不稳定，那刚刚呢稍微飘了一点小雨，哇，吓死我了，我好怕你们都走光哎，不能走好不好？对啊，陪我到最后，我淋湿，你们也有雨伞就拿出来。好，带来这一首《你就会》送给大家，谢谢，爱心比起来，我看一下。全场一起哦，让我们的那个摄影大哥可以拍一下照哦，很棒，很棒，很棒，谢谢。也给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一个热情的掌声。阵阵风吹啊吹来南无啊寒，不知遥远的伊敢有加他山。今夜的天星，你一定知影。痴情人思慕的心情，犹如是3更半暝的暗暝。梦境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不惊过娘笑阮这呢痴。爱你的心袂停止，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为你化作冬天的杏花。惊你受风吹，惊你凉冷规暝，因为你是我的一切，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日日夜夜为你在这芦花，一份爱的代价，爱你今生今世，全场一起哦！你是我最爱的宝贝。所有的宝贝在哪里？所有永和的宝贝，请给我一声宝贝好不好？一起哦！你是我最爱的。耶！今晚最多的宝贝就在我们的永和，给自己掌声。耶！都是3更半暝的暗暝，梦境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不惊过娘笑阮这呢痴，爱你的心袂停止。来，唱一啊！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为你化作冬天的杏花。惊你受风吹，惊你凉冷规暝，因为你是我的一切。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日日夜夜为你在这芦花。一份爱的代价，爱你今生今世，你是我最爱的宝贝。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为你化作冬天的杏花。惊你受风吹，惊你凉冷规暝，因为你是我的一切。谢谢，谢谢，谢谢所有我们的宝贝，谢谢。
谢我的粉丝，谢谢。哇，连续2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一同的来欣赏。我相信我们现场好朋友，大家都是我们富凯的粉丝。哦，感谢。对，连我们的议员跟我们的区长也是哦。那我们现阶段啊，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因为今天我们灯光美、气氛佳，又有这么棒的环境，也非常感谢到我们永和区公所，还有我们这次活动代言人我们的连议员。所以现阶段也要邀请到我们的凯凯，跟我们的议员，还有我们区长，还有我们的邱主席，跟我们所有的里长同仁，然后我们一同在舞台上跟大家一同的来大合照。在舞台我要下去吗？没有，你在上面就好。我们邀请，是不是？对啊，那我们就邀请到我们的贵宾，邀请到我们的这次活动代言人，我们的连议员以及我们的区长，也在邀请到我们的邱主席跟我们的里长同仁。对。来的，再用热情的掌声欢迎我们那我们后面的好朋友，刚才那一首《米就可以》哦，大家都对跟着一起唱，所以爱心大家一定都会比。对，来邀请到我们的长官，对我们一同的面向我们的后方。来，我们后方老师，我们的灯光帮我们稍微调暗一点，对比爱心，跟我们的福凯一样。好，对我们稍微蹲下来，我们前面蹲下来。好。哇，在我们今天哦，非常感谢到我们大家一同响应到我们今天非常棒的我们2022年新北市永和区经典好歌演唱会。那么我们在这边也非常感谢到我们的指导单位新北市政府以及我们主办单位永和区公所，跟我们这一次的活动代言人我们连北凡连议员。所以我们也借用到我们这个机会，跟大家一同的集体来大合照，让我们今天大家都能够留下美好的画面。再一次感谢到我们的议员。区长以及我们主席也再一次感谢到我们里长同仁，哇，再一次的来做感谢。你看我们的议员非常的开心哦，爱我的大哥，真的感谢我们里长同仁的支持哦。那么紧接着我们好听的歌曲还要再度一首首送给大家，是，对。那么也再度邀请到我们的金曲歌王，哇，我们的富凯再度将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好，接下来我要唱的这一首歌呢，我看现场有时候一个查某人，对不对？对，啊，这首歌呢，送给咱所有现场的查某人是上适合的。带来这首《纯情青春梦》，会晓唱，跟我一起唱，谢谢。今天是夫妻来的，举一下手，看一下。哇，爱喝听不吼，拥抱一下好不好？我看一下，来，夫妻还是情侣的，拥抱一下。口罩不要脱下来哈，对，要亲亲，回家来亲亲就好了。送你到火车头，我头着做你走，亲像长线风吹，双人放手着来自由飞。阮也有几句话，想要对你解说。看时站在心肝底，开始知。青春梦，咱两人相欠债，你欠阮有较多，开去看破来坐坐，较实在。然后呢，谢谢我们现场所有的长工朋友，今天呢要谢谢他们，所以才会有这一场音乐会。来，掌声一下，谢谢，谢谢。手机的手电筒，我们把它打开好不好？对，手机的手电筒。
我头，阮要来走。亲像长山风吹，双人放手着爱自由飞。不是阮轻等，时代已经无同。查某人嘛有家己的想法。是不捌等，脚也等来是一场空。想来想去，同款无着青春梦，青春梦。唱歌来甲忧愁。歌声是真温柔，查某人嘛有家己的愿望。阮也有甲讲吧，一件等来的是怎吗？想来想去，同款过着青春梦，青春梦。不是阮轻等，时代已经无同。查某人嘛有家己的愿望。查某人嘛有家己的愿望。我恁唱。查某人嘛有家己的愿望。谢谢，正经青春吗？谢谢。哎呦。阿妈你好，敢有缘投？你咧笑是什么意思？哎呦，那就够注意，谢谢阿妈。刚才唱歌的时候，阿妈一直看着我，哎，很感动。尤其唱这一首《孙静的青春梦》，敢好听？好听哈，好，谢谢，感谢。时间的问题啊，无其实我都想要加唱几首歌，你知无？当然来啊，对不对？不，我们是几点要打烊？好，会安口，一定有的。接下来呢，我要唱的这一首歌呢，是一位我们台湾的女人，台湾的国宝。虽然呢她已经不在了，但是呢，我希望呢可以一直唱她的歌，然后让大家继续记住她，留下这么好的声音，带来这一首凤飞飞小姐的《怀念的钟声》，送给你们。这首经典的老歌，会唱的乐手。啊，这有歌词吼，啊哪要喜欢的做伙唱，嘿。见到好多朋友。夕阳是晨，金色的光也淡了，夜幕升起，渐渐地暗了。远处传来温柔的钟声嘹亮，划破寂静，勾起了忧伤。你望着我，对我说，你要回故乡。再会吧，我心爱的人，不要忘了，这里有我在盼望。别了爱人，这里的钟声分外明亮。每当夜幕升起，总会为你敲响。我在
盼望，要记住我在盼望，等你回到我的身旁。谢谢。传来温柔的钟声嘹亮，划破寂静，勾起了情愁。你望着我，对我说，你要回故乡。再会吧，我心爱的人，愿那钟声声音在你的心里。别了爱人，愿你能为我珍惜。每当夜幕升起，别把我忘记。我在盼望，要记住我在盼望，等你回到我的身旁。在这边唱歌给你们听，谢谢，谢谢，谢谢，再一次感谢到我们金曲歌王，我们许富凯凯帮我们带来这一阶段好听的歌曲。那么看着我们现场所有的好朋友哦，随着音乐一起摆动。那么也再一次感谢到我们现场所有的好朋友，大家今天莅临到我们的会场来响应到我们这一次的活动。那我们现阶段也来邀请到我们这一次活动代言人，我们连非凡连议员再度的上舞台来跟大家来致意。那么再一次感谢到我们连议员，那我们连议员也非常的客气，感谢我们现场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家都能够齐聚一堂，到我们这一同的来听我们20